来看英国有一台接电的火车，一暝走322公里远，规座拢无充电，创下新的世界纪录，也拓展绿能运输的发展性。这个电池火车20返回雷丁，伫这进前伊就是为这出发，经过伦敦、帕丁顿甲牛津，也毋过这段行程322公里，大约是台湾的代替冲冠线为台北出发，伫要到高雄新庄营的距离，专程靠电池驱动，尚未经过铁路性能协会确认，英国大西部铁路这个 Class 23型列车成功往来。超过2021年，德国是泰德铁路公司伫柏林创下224公里纪录。这台列车20透早4点，通过布鲁内尔的梅丁奥德桥时突破225公里，就已經入新紀錄。Breaking the world record for the longest distance travelled by a battery-powered train under a single charge. Now, this basically means a train which doesn't receive any external charging during that run. 伊原本是1892年间伦敦区域线的列车，经过特殊改装，这座任务搭载6组锂电池，毋过其实只用其中的5组就行完全程。而且最后也有22%的电量，会当过驶大约93公里。铁路公司表示，这摆路程无使用已经配备的快速充电技术，而是看单次充电会当走偌远，展现电池续航能力。The fast charge technology is the thing. That's the technology that's really going to help us deploy this into a real world environment. What we did last night was see how long we can actually use these trains battery, the train's batteries for. And we achieved a distance of 200 miles. 也毋过，快充技术伫未来上转上会是重要关键，因为列车无可能每一摆拢走300多公里才充电，你是伫进站停靠时用几分钟的时间补充电力。这列车互大家看到铁路运输的真侪未来性，无需要铺设珍贵的专线电气化，就会当脱碳转型，朝向绿色运输。公司新闻吴林编译。